兄，啊你通去想别个游戏无？啊，爱搁去想别个游戏。嘿嘿嘿，这足困难的呢。真正吼。系啊。你去想，我才等。哦，我以后无你等者。请问舅母这个事是讲一个人规矩足多，啊要求嘛足多。啊，这个事原本是为倒位来的咧？要伫牛的身躯带毛，牛都无毛啊！你要硬要找一支毛出来。我听到佛教的故事有讲过。佛教的经典吗？10000块要爱互人吗？要无10000块就是别人要啊哦。台湾书院嘛无一句牛毛。啊，布地戏哩。布地戏，下马两起。迄敢有讲到一个西马道林布地戏？我讲的是迄落，较早你才知，你无大口袋，你啷个晓知？是吗？啊？刚是 C。是啊，家己是啊。确定啊？全部是吗？是。好好。哎呦，呀，真大方啊！来，机会来啊，律师。布地戏。布地戏，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布地戏对唔对？耶！大家拢老实。老实啦。好，你教感觉大家咧讨论过程拢真巧，牛真正无毛，啊，迄兔嘛无发角，所以伊是佛教经典内底啊，咧表示讲，这拢是希望的，就是希念无存在的代志，所以后来较好用来感觉讲，去就是象征迄款无所谓的负担，吼，也是讲一寡无重要的代志，啊，搁去足久毛足爱讲迄个讲久毛毛安尼。